高雄临海工业区一间冷冻工厂，这警报铃啊声不时伫咧乱弹，附近的民众是互吵架是真不安，连警消单位也不时来到现场看。原来是这工厂内面的警报器是探测烟雾的，就算是冷冻库的水烟也会弹。消防局表示，讲这业者的消防安全设备无符合规定，若无限期改善者，上悬会当罚到30万。消防警报一直咧弹，警车、消防车全部拢出动来到位。高雄临海工业区一间冷冻工厂，3月24早起，消防警报一直咧叫，警消来到现场才发现是5回白了工。虽然是工业区，不过部分工厂内底有大人，也互住户互人吵精神。常常偶尔都会这样，有时候白天也会啊，白天他们在好处理啊，晚上没人在就有时候叫的时候1点多钟也在叫啊，很大声啊。住户怨叹，工厂消防警报不管是倒咧叫，煞毋是火灾。甲业者反映真侪摆嘛无改善，希望主管机关会当协助。消防局表示，去年7月份到今已经接到2摆的通报。本场所夜间委由保全公司监控，无常驻警卫无法在短时间查看及关闭警铃，因而造成居民不便。本案已请冷冻厂更换火灾探热器。火车伫工厂头前咧载火，业者3月25出面解释，讲警报器是侦测到烟道的弹，所以冷冻商品的水汽也会互感应到。为了安全，无法度随拆掉，也是关起来，已经想办法咧改善。让它可以在15分钟内一定会到场。警铃的误触误报，他们会先帮我们关闭警报。从烟雾室的侦测设备，想要升级说换是更好的，敏感度更低一些，然后但是一样能够达到防火的这种效果。警报器不时倒咧弹，互住户甲警消人员定定拢会惊到。消防局表示，业者消防安全设备无符合规定，会依消防法要求因限期改善。若无改善，会甲管理权人罚2万至30万的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